家的新闻物件敢是要起价？有手工贡丸业者发现讲，猪油位1斤20块起到即马上悬1斤38块，起要1倍。要么国内猪排价数并无起偌济，原来是因为各地猪排价数变动影响，带动猪油进口的价数，或者台湾的猪油嘛对咧起。其实猪油起价影响的范围真宽，即包括做贡丸的啦，做即个。烟前的，甚至做糕饼等等，拢会去影响到。就讲猪油一个起价，其他物件嘛会做伙起价。大大粒的香菇贡丸，香香，凉凉天气，啉一碗烧火的贡丸汤，互规个人烧热起来。不过头家最近所发现，猪油位1斤20块，起到1斤38块，是开店搁单起上下面1摆。这个影响很大，因为像我们制作贡丸的这个过程当中啊，你看猪油的比例大概就是7比3嘛。那现在一涨，猪油涨了1倍的价格，势必我贡丸这个成本就增加了。看说这1、2个月会不会说慢慢说这个价格的波动会不会降下来？不然对我们这个小吃业来讲，真的很难过。猪油起价，国内猪排价数煞无起，互业者感觉奇咯。实际来问农委会贴无出。主要的一个部分是在中国本身，因为可能在猪肉的一些相关制品的需求增加。所以它跟欧美的主要生产国去进行采购，欧美进口的一些猪肉或是猪油的一些产品，那相对的就有可能因为这样的贸易移转，那造成进口量也变少。进口的价格大概今年目前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大概上涨36%。市场的关系，猪油价数变贵，对咧影响的唔那是贡丸，台湾人爱用猪油来煮食，就含制作糕饼香嘛用得到猪油，成本增加，食的恐惊嘛对咧变贵。过一阵子，我在猜很多小吃都会涨价。记者打电话给真侪间有名的糕饼业者大部分是讲，即马增加成本会先家己了，就惊猪油的价数跌袂落来，到时阵再来起物资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